開始啦，開始咗啦。咁啊就呢一個嘅一號見到啦，一啲嘅龍舟啦、龍關入去，又見到嘅人際醫院嘅靚曬俾你中學，三號見到嘅黃區龍，四號見到嘅汪邊邊，五號見到嘅香港仔金河，六號見到嘅西貢巨龍體育會。咁啊見到啦，香港嘅時候啊，喺前一講啦，呢個三號見到嘅黃區龍，五號見到嘅香港金河龍，同埋六號見到嘅西貢巨龍體育會啦。咁啊都大家講講㗎啦。咁同埋個三號龍舟咧就呢個公共工程處主要嘅辦理中學同埋呢個公司嘅人頭。咁啊暫時3個1年啊，3個月之後啊，見到呢個香港仔金牛龍揾南行產嘅，同6號見到呢西貢呢一個嘅上水龍體育會乒乓馬球啊，咁就見到呢一個3號龍舟嘅喎，3號龍舟我將佢送上嚟咧，咁啊見到呢一個嘅香港仔金牛龍啊，已經幾塊幾落嚟，一路升上去，咁啊一隻咧係3號見到陸龜龍，23號見到呢個中線線啊，跟住中山馬球啊，呢一個嘅5號同6號見香港仔金牛龍同埋呢個西貢巨龍體育會兩隊爭得好激烈啦，爭第二。咁啊跟住呢一個嘅1號見到嘅呢一個嘅1號見到嘅呢個機電工程署同埋2號見到嘅靚視發展中學同4號見到熒光橙色嘅呢一個嘅 Rocky，咁啊都已經通過咗。